大家成日聽人講，一日一蘋果，醫生杜絕我，以為食生果就一定健康，錯啦。特別係對於有糖尿或者血糖偏高嘅朋友嚟講，有啲生果揀要命。我身邊就有個伯伯，平時好聽話，飯又唔敢食多，甜品直頭戒埋，但係血糖指數剎車咁高。一問之下，原來佢自恃生果天然，每日下晝都當飯咁食。醫生見到份報告都搖晒頭，好鄭重咁警告佢，有幾種生果真係幾想食都要忍，盡量少食為妙。今日我就要幫大家踢爆呢5個生果界嘅血糖炸彈，順便教埋你點樣食得精明，唔使辛苦自己，又可以保住個健康。好多人有一種誤解，覺得生果嘅甜味係純天然嘅果糖，唔同我哋平時奶茶、蛋糕入面加嘅精製白砂糖，所以食多啲都冇問題。呢個觀念真係害死好多人。生果入面確實含有大量嘅維他命、微量元素同膳食纖維，對身體非常有益。但係你唔好忘記，生果同樣含有好高嘅碳水化合物，即係各種類型嘅糖分，包括果糖、葡萄糖同蔗糖。當呢啲糖分進入我哋嘅身體之後，除咗部分由肝臟處理之外，好多都會直接影響我哋血液入面嘅葡萄糖濃度。香港依家每10個成年人入面就有1位係糖尿病患者，情況其實非常之普遍。醫生經常強調，控糖唔係話乜嘢都唔食得，而係要識得揀。如果一唔小心踩中以下講嘅呢5種生果陷阱，你之前做幾多運動，食幾多清淡嘅飯菜，都可能一瞬間化為烏有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嚟睇下。第一種，一定要嚴格控制嘅生果，呢個簡直係香港人嘅最愛。冇錯，就係枸杞。講起枸杞，但係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，無論你幾咁中意佢嘅濃郁回甘，都一定要忍手。點解？因為藜雷係典型嘅高熱量、高糖分、高脂肪三高生果。每100克嘅牛肉入面，糖分含量可以高達接近30克。呢個數字係咩概念？即係你食幾嚿流克，吸收嘅糖分已經等同於一整碗白飯。更加要命嘅係，牛油本身含有好高嘅脂肪質，雖然多數係健康嘅不飽和脂肪酸，但高脂肪會延緩胃部排空嘅時間，從而令到血糖上升嘅幅度變得好深、好持久。好多老人家以為我有糖尿病，我揀啲食落去帶苦味嘅品種，例如貓山王或者黑刺，係咪就安全啲？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各種苦味只係因為佢嘅風味物質豐富，遮蓋咗部分甜味。佢底子入面嘅總含糖量同埋熱量，其實同普通甜口嘅枸杞係一模一樣，甚至更高。你食一小瓣，血糖分分鐘就飆到上去雙位數。所以醫生每一次見到糖尿病病人，第一件事通常都係叫佢哋千萬唔好放縱食流堤。第二種要特別小心嘅生果，每逢夏天大家都一定會買嚟消暑，就係荔枝。俗語都有話，一粒荔枝3把火。中醫角度覺得佢燥熱，而從現代醫學同營養學角度嚟睇，荔枝直頭係一粒粒精製糖果。荔枝嘅果肉非常之細嫩，汁極之多。呢啲汁水入面全部都係極易被身體吸收嘅果糖同葡萄糖。當你食荔枝嘅時候，因為佢一粒一粒好容易入口，好自然就會食完一粒又一粒，完全停唔到手。每100克荔枝嘅含糖量大概有17至20克左右。最危險嘅係荔枝嘅升糖指數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升糖指數非常之高。如果一下子食得太多，血液入面嘅血糖會好似坐火箭咁升得好急。對於胰島素分泌已經有問題嘅糖尿病患者嚟講，呢種劇烈嘅血糖波動對血管同腎臟嘅傷害係無法逆轉嘅。更何況醫學上仲有一種病叫荔枝病，特別係空肚食大量荔枝嘅時候，會引致低血糖性腦病。所以無論係為咗控制糖尿病，定係為咗整體健康，荔枝呢種生果真係幾想食都要克制，每次最多只可以食2、3粒，甚至最好就直頭少食為妙。接住落嚟第3種生果，可能好多人都意想不到，因為佢聽落去好健康，甚至好多人減肥都會食。呢個就係熟透咗嘅香蕉。大家可能會奇怪，香蕉有咁多條纖維，又有豐富嘅鉀質，對血壓好，點解糖尿病唔食得？
問題就出在熟透呢兩個字上面。香蕉喺未熟、皮帶清晰嘅時候，其實含有好高嘅抗性澱粉。抗性澱粉喺我哋嘅腸道入面消化得好慢，唔會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動。但係當香蕉擺到變黃，甚至表面開始出現一粒粒梅花點，即係熟透咗嘅時候，入面嘅澱粉就會徹底轉化成單糖，即係果糖同葡萄糖。一條大約中等大細嘅熟香蕉，佢嘅熱量已經等於半碗飯，而糖分更加係高得驚人。加上熟香蕉嘅質地變得好軟綿，身體好快就可以消化吸收，令到升糖速度大大加快。好多人中意朝早打杯香蕉奶昔，或者喺做完運動之後食條熟香蕉去補充體力。對於普通人嚟講係好合適，但對於糖尿病人，呢條熟香蕉入面嘅糖分就足以打破你成日嘅血糖平衡。如果真係想食香蕉，醫生通常會建議揀稍微帶清晰，摸落去仲有啲硬身嘅香蕉，而且每次只可以食半條，千祈唔好一口氣食晒一整條大香蕉。第四種要提防嘅生果，每逢中秋節大家都一定會食，平時又好中意用嚟榨汁，佢就係提子。特別係近年好流行嘅日本香印提子或者黑提，呢啲新培育出嚟嘅提子品種，最大嘅特性就係極之甜，甜到好似蜜糖咁，而且無核皮薄。大家清洗完之後就會一粒接一粒咁塞落口。但係你知唔知呢啲咁甜嘅提子基本上面全部都係葡萄糖？提子嘅葡萄糖含量喺眾多生果之中係名列前茅嘅，因為佢嘅皮好薄，果肉又容易咀嚼，一食就容易過量。普通人食一磅提子可能當係零食，但對糖尿病人來講，半碗提子就已經超過咗一餐可以接受嘅碳水化合物上限。更加要注意嘅係，好多人中意將提子榨成果汁嚟飲，以為咁樣好高尚、好養生。其實生果一經榨汁，原本可以減慢糖分吸收嘅膳食纖維就會被完全破壞同過濾走。你飲一杯提子汁，可能需要用上幾十粒提子，等於直接將幾十粒提子嘅糖分喺短短幾秒鐘之內倒落個胃度。冇咗纖維嘅阻隔，呢啲糖分會以極速進入血液，令到血糖出現一個非常恐怖嘅高峰值。所以提子無論幾好食、幾名貴，糖尿病人都要好好管住自己嘅嘴巴，一餐食幾粒起，雙位數就絕對唔好超過。最後第五種要大家忍口嘅生果就係芒果。香港人對芒果嘅熱愛真係唔需要多講，由芒果西米露、芒果班戟到夏天一盤盤嘅鮮芒果，簡直係無處不在。芒果食落去香甜多汁，口感綿密，但佢背後嘅代價就係極高嘅含糖量。每100克芒果肉入面大約含有將近15克嘅糖分，而且芒果含有嘅多數是蔗糖同果糖，兩者都會令血糖迅速升高。最重要嘅一點是，芒果嘅果肉非常之容易轉化為熱量，儲存在體內，加上芒果屬於高升糖指數嘅生果，食完之後胰島素嘅分泌會受到極大嘅考驗。好多有糖尿病嘅長者會覺得，我自己買過菲律賓呂宋芒或者台灣愛文芒返嚟，2個人分一個，每人食少少，應該冇事啦。但係依家嘅芒果越出越品種改良，體積越來越大，甜度亦都越來越高。一個大芒果切出嚟嘅果肉隨時已經有幾百克，2個人分，每人分到嘅糖分依然係遠遠超標。所以面對呢種咁誘惑嘅熱帶果王，糖尿病患者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幾想食都好，盡量少食為妙，甚至可以嘅話，用其他低糖嘅生果嚟代替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患有糖尿病或者屋企有老人家有糖尿病嘅朋友，心裏面都會覺得好沮喪，甚至會埋怨：哇，聽你咁講，柳柳又唔食得，荔枝又唔食得，香蕉、提子、芒果通通都有危險，咁即係人生冇晒樂趣啦。生果咁多營養，唔通我一啖都唔可以掂？大家千萬唔好誤會，醫生同營養師絕對唔係叫糖尿病患者完全戒絕生果，相反，適量咁食啱嘅生果，對控制糖尿病同維持心血管健康係非常有幫助嘅。秘訣就在於4個字：識得選擇。既然上面提到嘅5種生果屬於低膳食纖維、高糖分、
高升糖指數嘅類別。咁我哋就要反其道而行，揀一些高膳食纖維、低糖分、低升糖指數嘅生果。喺度我就順便給大家提供幾個非常安全，而且營養價值極高嘅代替方案。第一個推薦嘅就是番石榴，即係好多人叫嘅芭樂。番石榴可以話係生果界嘅降糖明星，佢嘅含糖量非常之低，但膳食纖維嘅含量卻高得驚人。每100克番石榴入面嘅維他命 C 含量，甚至比橙仲要高出幾倍，因為佢含有大量嘅果膠同粗纖維，食完之後喺胃入面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消化，咁樣就可以大大延緩糖分嘅吸收速度，令到血糖升得非常之平穩。而且番石榴食落去好有咬口，可以增加飽腹感，好適合糖尿病患者喺2餐之間當作口立濕嚟食。第二個好選擇就係奇異果，特別係綠色嘅奇異果。奇異果含有豐富嘅奇異果蛋白酶同大量嘅膳食纖維，佢嘅升糖指數大約只有30多至40多，屬於典型嘅低升糖生果。雖然佢食落去帶有微酸同微甜，但佢對血糖嘅影響非常之少。每日食一個中等大細嘅奇異果，唔單止可以補充足夠嘅維他命，仲可以幫助腸道蠕動，預防便秘。對注重養生嘅朋友嚟講，真係性價比極高嘅選擇。第三個推薦嘅係各種莓類生果，例如藍莓、士多啤梨、紅桑子等等。呢啲莓類生果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就係含有非常之豐富嘅花青素同抗氧化物質。醫學研究已經證實，花青素有助於提高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，從而幫手穩定血糖。而且莓類生果嘅含糖量普遍都好低。你食一小碗藍莓或者6至7粒大嘅士多啤梨，所攝取到嘅熱量同糖分，其實只係等於食咗好少嘅其他高糖生果，但係你得到嘅抗氧化好處卻係成倍增加。除咗識得揀生果之外，食生果嘅時間同埋方法都非常之有講究。好多香港人習慣喺食完晚飯之後，一家人坐喺電視機前面，切一盤大生果，一路睇電視一路食，當作是飯後甜品。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，呢個習慣真係非常之唔健康，因為你啱啱食完正餐，正餐入面嘅白飯、麵條或者粉麵已經令到你嘅血糖開始上升。呢個時候你再塞一堆生果落肚，等於係喺已經點燃嘅火堆上面再加柴，血糖指數必然會全面失控。最正確嘅食生果時間應該係2餐之間，即係大約朝早10點半到11點，或者下晝3點半到4點呢個時間段。呢個時候你上一餐食嘅食物已經消化得差唔多，血糖開始回落，而距離下一餐又仲有一段時間。喺呢個時候食少少低糖生果，既可以補充體力，防止因為肚餓而出現低血糖嘅情況，又唔會造成血糖嘅大幅度飆升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鐵律，生果一定要食原節，絕對唔好飲果汁。無論是用幾高級嘅榨汁機，亦或是標榜純天然無添加嘅冷壓果汁，只要佢變成液體，佢就已經失去了生果原本最寶貴嘅膳食纖維。液體進入胃部同腸道嘅速度比固體固然快好多倍。你飲一小杯橙汁，裏面可能含有3個橙嘅糖分，但你只需要幾秒鐘就飲完，身體會瞬間吸收晒所有糖分。但如果你要你生吞3個橙，你單係剝皮、咀嚼、吞嚥都要花上10幾分鐘，而且入面嘅纖維會填飽你個胃，你可能食到第2個就已經食唔落。呢個就是食生果同飲果汁嘅本質區別。最後，我想同所有有血糖困擾嘅朋友講，養生同注重飲食健康絕對唔是一件痛苦嘅事。我哋唔需要將所有美食都當作是敵人，只要你明白每種食物嘅真相，掌握到科學嘅飲食廚房智慧，知道咩時候該忍手，咩時候可以適量享受，你一樣可以食得開心，同時又保持到身體健健康康。好似今日講嘅呢5種生果，只要大家明白佢哋對血糖嘅威力，喺日常生活中盡量少食為妙。用番石榴、奇異果呢啲好幫手去代替，配合清淡嘅飲食習慣，自然就可以遠離糖尿病帶來嘅併發症風險。健康掌握喺自己嘅手中，只要由今日開始改變少少生活習慣，你嘅身體一定會用最好嘅狀態嚟回報你。